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和我在一起了，你就不用工作了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过来！我给你的工作，什么工作？帮我盯着黎东，随时给我打报告。我要对他展开猛烈的追求。不可能！你大爷！我怎么着也是个老爷们儿，你让我干这事儿，你还不如让我去死呢！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再见。说吧，怎么听？一个月多少钱？来，干杯，哥们儿！我上辈子欠你的，真的。你爸妈喝高兴了，我爸也特高兴。其实我能看得出来，你一直都在强颜欢笑。不过我一点都不介意。我知道，你心里的那个地方还装着林美雅。我也知道，那都是暂时的。毕竟我们两个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现在所发生的一切，早晚都会被时间尘封起来。再严重的伤口，也会有痊愈的那一天。不管怎样，今后的路是我们两个相伴走下去的。我会是一个好妻子，好妈妈。你放心，你会幸福的。陪我走一走好吗？您的菜，土豆哥，那桌菜还没上。好，行，您稍等啊。小黎叔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我吃得饱饱的过来了。生意这么忙，累不累？不赖。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我在美国有一个医生朋友，他们的医院有专门针对昏迷病人的苏醒技术，所以我在想，你要不要带你爸爸去那边看一看？可以吗？那太好了。可是，去美国看病，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啊？医药费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替你出。小黎叔，我回头你再还给我。美雅，如果现在是你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我想林叔叔一定会竭尽所能，毫不犹豫地选择把握这次机会，对吗？如果是我爸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他都不会放弃。所以我也一样。这就对了。正好你可以选择这次机会去国外透透气嘛，散散心。我知道，最近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有很多事情你放不下，正好到国外可以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换个新环境，没准状态会好很多呢。
别担心，我会陪你一块儿去的。你陪我一起去啊？不用那么惊讶吧？正好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出国考察一下。去年万豪就给我打过电话，邀请我去华盛顿进行访问和考察。那这次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美国走一走、看一看，顺带考察一下新的项目，一举两得。那你在这边的工作怎么办？你走得开吗？哎呀，你就不用替我操心了吧？我那个老爸潇洒了一辈子，也是时候该收收心，管理管理他的公司了吧？还有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家还有薇薇啊。薇薇在日本学的就是工商管理。你别看她平时疯疯癫癫、不着四六的，可是她上学的时候成绩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打算让她在离家饭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直接到公司进行管理。只要她肯努力，她的未来会非常出色。好了，即便如此，如果他们真的需要我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我可以随时随地和他们进行视频会议，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所以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小丽说，我做不到让自己完全踏实地接受你为我做这一切，因为现在我还给不了你任何承诺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把欠你的都还清，但是我会尽我所能。梅雅，如果你觉得我为你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得到你，那我未免太不高级了吧？我立冬是真心实意的愿意对你好，愿意帮助你，不求任何回报的。当然我这么做也不全是为了你，也算是为了某种无处安放的灵魂吧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有人在爱着你，爱得那么小心翼翼，爱得那么如履薄冰。可是只要你能获得最终的幸福，这份爱都是值得的。所以请你敞开心扉，坦然地接受这一切吧，成全这份小心翼翼，成全这份值得，好吗？吃饭吗？爸不吃了。吃完遛弯去了。哦。哎呀，你是吃饭呢还是玩手机啊？我没玩手机，我在实时监控呢。什么欧阳的、徐思雨的、林美雅的朋友圈，我得知道实时动态呀。我哥的就不用监控了，他的朋友圈无非就是一些关于金融类的转发链接。哎，其他有关心情的，什么做了什么、想了什么，一概没有，什么也监控不出来，无聊死了。林美雅最近也不爱发朋友圈了，这个世界太安静了，我好无聊啊。就是啊，我也想知道你哥跟林美雅的情况，就是看不见。你跟妈说说呗。自从林美雅的真实身份曝光了之后，他跟欧阳不就彻底没戏了吗？据我所知啊，我哥已经正式向林美雅表白了。是吗？其他的就看时间喽。哦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林美雅呀，一定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她竟然是欧长林的女儿，真是无奇不有啊！到最后，
还是跟欧家结为亲家了。哎呀，这好端端的突然冒出2个私生女，这欧长林以后的财产和公司股权要怎么分配，都成问题呀。是啊，爸，林美雅是一定不会去想要分财产的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。而且她根本就不想认欧伯伯和欧阳。是啊，那你了解林美雅，可是你了解林美雅的同胞姐妹吗？欧阳马上要入选董事会了，这时候冒出2个私生女的丑闻，难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哎呀，这些我一点都不关心，我就知道我儿子马上就要娶媳妇了。那这一点您可以完全放心，我哥他现在算是开了窍了。我现在发现他有事儿没事儿就去找林美雅，他现在还学会腻腻歪歪了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最好呢，今年就把事儿给办了，我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可是不知道林美雅那边是怎么想的呀？啊，瞧你这急劲儿的试试。怎么了？网上刚刚发布的消息，说欧家和徐家即将联姻，连订婚场地都定好了。林美雅现在虽然是欧阳的妹妹了，可是你徐思雨曾经做过的那些缺德事儿，也不能就这样一笔勾销了吧？这也太便宜她了。她想嫁给欧阳，我就偏不让她如愿。哎，微微，我看着不像编什么好事儿啊。我看也是。哥，我已经无条件转让给你欧氏集团3%的股权，你还担心什么？欧阳与徐洪山女儿订婚的消息已经对外宣布了。欧氏集团如果能跟徐洪山合作，那对于欧氏来说是百利无一害呀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欧长林只是想借助徐洪山推欧阳上位，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想跟徐家结为亲家，这事还不好说。毕竟他做事总要给自己留一手，所以我也不得不行动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，你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力推欧瑞呢？欧阳也好，欧瑞也罢，那不都是自己的孩子吗？是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可是，对于欧长林来说就不一样了。小瑞必定不是他的亲骨肉。一旦我跟欧长林的婚姻有变故，欧阳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。我必须为小瑞的未来有所考虑。这辈子，我欠小瑞和他生父的太多了。好吧，我可以说服那些股东来支持欧瑞做欧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不过，那些小股东都是欺强派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恐怕你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。正因为他们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，所以我才不担心啊。我哥哥这边已经 OK 了，他答应全力支持小瑞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操作了。谢谢阿姨，您之前说要全力帮小瑞，我还以为您开玩笑的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成效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
吴总，欧总来了。你怎么了？陈哲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你？这新闻稿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公司偷税漏税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？说！你妈告诉我的。我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？你们究竟要干什么？你们！小儿，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说，这些都是妈主动发给我的。前段时间欧氏发生了那么多变故，妈她想要报复吧。他已经把一部分的股份转给了岐山，为的就是拉拢股东们支持你当董事长。只要我们现在把这些公布出去，就没有董事再会支持你爸了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趁着欧许两家联姻的势头，你爸一定全力会挺欧阳上位的。到时候我们就真的来不及了。你就那么希望我成为董事长？对，因为这是你的理想。我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还因为孩子。陈哲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傻子，你也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你野心的一枚棋子。我爸呕心沥血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欧氏集团的发展和壮大上，你想让他身败名裂，我绝不允许。秋蕊，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。是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不想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前程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更不能允许你这么做。我孩子的父亲绝对不可以是一个不择手段、没有底线的人。请你立刻把这些东西给我处理掉，否则就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。江一龙，你帮我查一下，林明雅是不是在卖房子？查到了告诉我，快点。怎么样？我呀，还以为是个独门独院，合着是个大杂院。就这2间小破房，厨房公用的，那厕所还得上外面上去，多不方便呀！关键是价格还卖那么贵。老房子都这样，这片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。那之前带你看那一家，价格还贵不少呢，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性价比再高的了啊！我觉得还是价格有点贵，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那咱们回店里谈。回什么店里？那房东不在这儿呢吗？这谈好了你就直接签合同了，没时间看来看去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想好这房子到底要不要卖，我想再考虑考虑。啊，那个，啊，算了算了，要不然就按你之前那价格吧，行吧？那赶紧签合同吧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是我自己还没想清楚，这房子我不想卖了，对不起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不是，不卖了，把房挂出来干什么啊？我之前那房子都卖了，现在这房价一天一个价，他这一不卖了，这耽误我一天时间，你赔多少钱呀？啊，小伙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那个，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啊？
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清楚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事儿啊？这叫不是不卖了？你让我再看什么房？那回头联系啊，林小姐。不好意思，咱们再看看别的，要不然。不看了，你这太不靠谱了，小伙子，我再耽误时间。那边还有更好的，那边有便宜点的，你再看看呗。便宜点的，那我看看吧。我要弄清他家在哪儿，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，都去哪儿，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娱乐场所等等，跟黎东有关的一切，我都要弄清楚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干杯！我是不是傻呀？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欠的？啊？我好歹是一老爷们儿，我怎么能答应他那种要求？我是不是贱？我就是贱！苍天啊，大地呀，能不能可怜可怜我这脆弱的小心脏啊？喂，我说姑奶奶，我这正蹲点儿呢，你能不能别打扰我工作呀？我想了半天，像你这种没脑子的人，肯定蹲在酒店大堂等黎东的吧？不是，我这不跟大堂蹲着，我去哪蹲着呀？这黎东总得进门出门吧？你能不能动你的脑子想一想？那么大的老板，可能走路去上班吗？你现在要不然就去地库，要不然就去他办公室门口。白痴！刘克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赶紧的。哎，行，我现在就去地下车库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没有。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小江南给你买。不用麻烦啦，本小姐已经不辞辛苦的去过小江南，把欧大少爷最喜欢吃的那老四样给买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才适合做你的秘书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林美雅自从变成你妹，我就决定重操旧业了。毕竟你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，毕竟好白菜怎么也不能让猪给拱了，你说是吧？说什么呢？我跟欧阳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请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。还有，你就是这么接待欧总的客人的？麻烦给我来一杯咖啡，谢谢。哎，你这个……算了，别跟他计较，先出去去。正好呢，这咖啡我一口都没喝啊，请慢用。我说黎大小姐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扑朔迷离，这么不稳定呢？啊？放心，稳着呢。我这次可是来拯救你的，你别不识好人心啊！我需要你拯救吗？你需要。我告诉你，娶谁都行，就他不行。我想我娶谁不娶谁，还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吧？我插手你可以不听，但是我来捣乱你也管不着。有本事你就把我从这儿轰出去。总之呢，你俩之间这条杠子，我插定了。查到了吗，一楼？查到了，李美雅确实在卖房，我找到了那家中介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已经卖了吗？还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这样，我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出去一下，你好好在这里待着啊。OK， 快去快回啊，翻一会儿凉啦。思雨，陪我出去一趟。啊，好。
的事你告诉他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说是我的朋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了。待会儿俱乐部见吧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好啊，待会儿见。来来来，各位喝水。来，来。我不需要过户，你只要把钱给他就可以了。这件事千万别让他知道。具体怎么操作，你们俩看着办。哎呦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您这样的客户。卖房那位女士是你女朋友吧？这礼物太贴心了。你误会了，她是我妹妹。哦，好哥哥，好哥哥，那就按您说的办。后续需要什么手续的话，就跟这位蒋先生联系，跟我联系就可以了。好。以为躲到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，太小瞧我李大薇薇了。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吓死我了，姐姐！哎，你不黎薇薇吗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鬼鬼祟祟的坐在这儿，干嘛不进去啊？那个，你哥是不是经常来这儿？还是说他平时来这儿都有固定的时间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跟踪我哥啊？没有，我这不随便问问。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当我没问。哎，老实交代，杜若男是不是喜欢我哥啊？我天啊！不是，我可什么都没告诉你啊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事就我一人知道啊！永远不要小瞧一个女人对于八卦的敏感捕捉力，这是你们男人永远无法匹及的，更是你们无法想象的。唉，其实这个特别简单，只要稍作分析就能猜得到。那你能不能装不知道啊？要不然回去我就死定了。你不是喜欢杜若男吗？干嘛替他办这种事儿啊？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呀？不好意思，你这个连分析都不用分析，你的脸上就写着3个字儿：杜若男。这样，我这是不是太没城府了？唉，不过为了他，你能出来跟踪别的男人，我也是挺佩服你的。那我就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，杜若男跟我哥根本没戏。真的？哎，你哥是不是有女朋友啊？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定关系吧，但是他的心早就已经被占满了，连杜若男的一个小脚趾头都塞不进去了。太棒！我回去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哦，不对，坏消息。哎，你躲什么呀？嘘，别说话，跟你没关系。梅雅现在在卖房子吗？对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从来不想亏欠别人的。他一定是想自己承担林叔治病的费用。我跟他说，这
这笔钱是我先垫付的，等将来有机会，他再慢慢还给我。你要不这么说，他可能直接就拒绝了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我刚去过中介，已经安排人匿名去买了，房子我会替他好好保管，也会安排人定期去打扫，等一切都结束了，再物归原主。你心里有个数，但千万别告诉梅雅。我知道。大排档怎么样了？店里生意很火爆，土豆也在店里。我的员工也会时常过去帮忙，梅雅也会经常过去忙活。一瞬间，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林梅雅，整天忙忙叨叨，二乎乎的。还有啊，我会陪她带着林叔一块去美国待一段时间，也好让她换一个环境。这样也挺好的，辛苦你了。有一点你一定要清楚，我为林美雅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我想为她做，而不是我替代谁去做。我已经向美雅表达了我的心意。我知道，要忘记一个人需要时间，但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不会再顾及我们两兄弟的情谊。你是他的哥哥，也永远只会是他的哥哥。我会帮助他尽快忘掉你，所以，先跟你说一声抱歉。不用抱歉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没有站在你的对立面。我跟你的目标是一致的，美雅她幸福就好。喝着呢。强行留在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身边，很痛苦吧？他也不爱你。我知道，我又没想让他爱我。是林美雅让你来的吗？你到底是不是林美雅曾经最好的朋友？你就是这么看待他这个人的？你想干什么？纯捣乱是吗？我这可不叫捣乱，我这叫见义勇为。毕竟欧阳是我曾经的梦想，我心目中神坛上待过的人物，怎么也不能让你这种人给随便霍霍了吧？你这个人的格局我又不是没见过，我以为你从泰国回来会有所长进，没想到还是老样子，无理取闹的劲头只增不减。你以为我会像林美雅那样好欺负吗？你是不是忘了你们黎氏集团在鹿岛的项目了？用我再提醒你一遍吗？你可别再提那个什么项目，早就翻篇了，知道吗？我哥已经成功的引进了资金，根本就没用你爸所在那家破基金公司。怎么着，这回是不是没什么能牵制住我的啦？那就更好办了，你要是再撒野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哼，赶紧撕烂我的嘴！果然没看错，狐狸尾巴总算是露出来了。撕，现在就撕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嚯，还会泼酒呢，就这点本事啊！你不知道我黎薇薇对这招已经百毒不侵了吗？你还敢抢我头呢？你笨猪！你给我走！你这个死女人！你才我天哪！哎，还不是市场，干嘛呢你？不是胡闹！他碰我就来打我！我光看见你踢人家打人家了，胡闹！我等着，我告诉你。行了，走回家。哎，我包，你给我等着，徐思雨！别叨叨了，回家。走。你拦我干嘛呀？我还没打够呢。我不拦你，你杀人了一会儿，你赶紧回家。没事吧？
松开！哥，你想气死我呀？是你想气死我好吗，黎薇薇？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要重新开始追欧阳，我一开始还不相信。好家伙，你刚才可真是让我开眼了，又跟人干起来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到底在胡闹什么，黎薇薇？我没胡闹，我就是不想让徐思雨好过。欧阳娶谁都不能娶她。欧阳娶谁不娶谁是他的自由，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好吗？你赶紧回家去，该干嘛干嘛。还有，以后你要是再来找徐思雨的麻烦，我就让你去老店洗碗洗一辈子。回家。不回。回家。徐思雨，你这个贱人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躲着吓死人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是刚才打半天车没打着，这不寻思蹭你个顺风车吗？哎，我在国外虽然开的是突突，但是好歹也救过你的命，好吧？你对待你的救命恩人，能不能别拿你这种杀死人的眼光看我呀？啊，对嘛，那你怎么着也得请你救命恩人吃个饭吧？先陪我做个头发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这头发是不是刚才在里边跟徐思雨打起来了？要你管！再啰嗦，自己留着打车。啊，好。思雨，你别跟薇薇计较，她不懂事，不知道哪根筋又打错了。你接下来还有要为林明雅做的事儿吗？你除了跟我说对不起，你还会说点别的吗？